琴日觀塘線派出 M-Train 於下晝繁忙時間行走，有鐵路迷喺閂門嘅時候扮指叉確認，被其他鐵路迷指責換門。從網上流出嘅影片可以見到，一架 M-Train 喺藍田站開門嘅時候，有一名男子走出列車，並扮演日本列車車長作出指叉確認嘅手勢。玩咩門啊？喂，我錄低晒喎！喂，錄低晒喎！喂，陣間咩？錄低晒咯！警告啦！警告我！你有證嘅話點講先？我哋嘅就冇咁講。我有證據，我條片可以重睇。從另外一條片可以睇到，該名鐵路迷同車門有一段距離。從第三條影片可以見到，涉事鐵路迷喺閂門前1秒跳入車廂。玩喎，一次幾個。事發喺琴日下晝5點幾，當時有多名鐵路迷拍攝行車記錄片段，有一名鐵路迷疑似想搏出位，喺藍田站行出車廂，扮演日本列車車長閂門時用作確保行車安全嘅指叉確認手勢。該名鐵路迷喺列車閂門前一刻登上列車，被其他鐵路迷當成換門，有多人圍攻該名鐵路迷，更有人揚言報警求助。事後，當事人向本台回覆指，警員喺查看證據後，表示佢冇玩門。觀塘線會喺平日上下晝繁忙時間派出 M-Train 行走，吸引唔少鐵路迷去追車，當中車內嘅秩序為人詬病，車廂內多次發生鐵路迷爭執事件以及換門事件。唐視新聞台記者語音3報導。